台北居然有香港都冇得睇嘅蜘蛛俠。今次我哋嚟到大巨蛋隔離嘅秀泰影城，睇一個香港同深圳都冇嘅 Ultra 4DX 版本蜘蛛俠。呢個版本係有270度嘅3面環迴銀幕，喺電影播放途中仲會產生吹風、噴水霧、閃電等等效果，同埋配設高科技動感座位，而且仲需要戴返久違嘅 3D 眼鏡。每次蜘蛛俠喺空中飛嘅時候，都會伴隨住劇烈嘅動感效果。睇完一場戲，真係有做咗蜘蛛俠嘅感覺。另外，除咗戲院之外，台北嘅大稻埕都仲有好多蜘蛛俠嘅大型佈置，距離市中心15分鐘車程就嚟到。除咗打卡之外，沿途都會有好多商店、咖啡同埋餐廳。靠近碼頭仲可以租單車踩，沿途欣賞海景同日落。夜晚碼頭旁邊都會有好多小攤檔，可以喺度食嘢睇風景。咁啱去開台北嘅你哋，呢個景點真係強烈推薦。想知道詳細資料，下面留言蜘蛛俠即刻 send 俾你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